可乌拉，开开口口笑嘻嘻。这里数学啊，你只要把这边加上这个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哎呦，我不想写了啦。彤彤姐姐，我们出去玩吧。阿婆，我们要出去玩喽。嘎妹的作业都写完了吗？功课写好，再出去了，做什么？出去了，做。阿婆，你刚刚说做什么啊？阿婆刚刚是说，你要先把功课写完，再出去玩，可以吗？做 demo 就是可以吗？可是写作业好无聊哦。哎呀，阿婆说的对啊，你先把功课写完再出去玩，这样子也比较放心啊。我来看看你的思不会。哎呀，只剩下2题，很快就能写好了。是啊，嘎妹，你加油，我们把这2题写完，我们就去公园荡秋千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加油哦。耶，写好了。阿婆，那我要去公园荡秋千，做得么？走得去了嘞！耶！走得去了嘞，走吧。做 demo，可以吗？你功课写完了吗？我写好了，彤彤姐姐，我想出去了，做得么？走的，当然可以啊。耶！做得去了嘞！好，小朋友要记得功课写完才做得出去了哦。做 demo，可以吗？今天的客家话做 demo 可以吗？小朋友有学起来吗？做 demo 学会了，好厉害哦！海可乌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来亮。